五鼓不歌。他们的鼓吹班社独一无二，是新疆其他流派的木卡姆所没有的。一两对纳格拉，一个东巴，再加上2只苏乃伊，就可以从头到尾演奏全套吐鲁番木卡姆。纳格拉鼓师负责控制速度与节奏，同时即兴加入花式鼓点，热烈、繁密、粗犷的鼓点，配上响彻云霄的苏乃伊吹奏，豪迈宽广的乐声直击人心。音乐如此美妙热烈，鲁克县